也被切成好几段，只留下最刺眼的一段。别的片刻被丢进箱底，像不需要的正事。街角的地狱发酵，每一句都像定论，没人检查来源，只需要一种情绪。胸口堆满问号，却被要求保持安静，被见过的也在播放，每一次都更受伤。当理解被拒在门外，错误变得如此彷徨。时间像刀子来回试探，把犹豫削成碎片，只剩下最极端的答案被放上台面。被见过的也仍在亮，照着心里的迷惘，想开口却怕反而更荒唐，只好把泪紧紧收藏。有人在黑暗处微微颤抖，不是因为寒冷，而是因为没有话能被相信。我有一天真相愿意回放，心连同那些被删除的光，让完整重新站上舞台中央，不再被任何见到。如此。